我是视网膜。不管在座的各位是啥物款的身份、啥物款的地位，也是啥物款的卡条，伫我的目睭内全部拢是共款的。咱总知影讲，若是要讲笑话，就一定爱好笑；若是无好笑，那呢，不管你是甘愿去做一个食软饭的小白脸，也是甘愿来得一个笑面来做小狼狗，我拢袂因为要互恁面子，就微微啊。哎呦！所以请各位把所有的本领拢总摕出来，互观众朋友看卖啊，恁的实力甲恁的才调，若是做袂到，就莫怪我无客气。所以今仔日到底是会过关，也是袂过关，就看恁家己。咱稍等一下再会。哎呦，那你听起来真歹哈。脑筋第一个看到评审一来就呛声的呢，我会惊呢，搁袂客气。无啦，严格来讲，我的笑点是较悬啦。嘿，所以我是惊讲等下大家咧表演的时阵，我笑袂出。哦。啊，无紧，这是定定有的代志啊。无紧，若是笑袂出来，我就互人找啊。嘿，安尼笑出来啉盐水。嘿，可能无法度，可能无法度，无法度，盐水伤过重。我靠，盐水买嘛，做红台盐水就贵诶。袂啦，我足期待今仔日大家表现啦。